好来，乡亲啊，即届总统大选的开票，有几啊间的电视台，正4:05投票结束5分钟，就有几啊百票开出来了。参网友拢讲，这个速度实在是紧甲伤过离经了。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就针对电视台的报票来做一份的观察报告，讲有5间的电视台有必要来解说报票的合理性，有2间建议要来解说。有2间，还佫伫合理的范围内。若公共集团的公司甲花式，因为采用中选会甲国民党计票中心的数字，嘛来报出着民进党竞选总部的报票，红选为上可靠的电视台。2020总统大选，总统蔡文以超过817万票顺利连任开票过程，电视台数字牵动了支持者的心情。由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等4个媒体专业组织成立电视台报票监控工作小组的观察报告进程有出炉啊！依照11下晡4:40监看的结果，认为台视、中视、一电视、年代、中天这5间电视台报票合理性需要解说，同心甲三立建议爱解说，民视甲 TVBS。要伫合理的范围。开票那天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收视忠诚度的一天。华视在他的开票的视窗里面很清楚的标榜，他的得票的技术的来源是从中选会，还有从国民党的系统。华视为民，唔有中选会甲国民党计票中心的票数，故以走马灯的方式报出民进党勇敢部队的报票数字。开票才10分钟尔，就媒体曝光蔡总统得票超过599万票，总票数60万的宋楚瑜共有79万票。物质的部分来讲，我们大概可以体谅，当然也希望他们自己在这种所谓的内部查核检视的部分应该更严谨啊。但如果是因为透过过案票的系统来做这所谓的这些票数的这些我们谈到的操作来讲，我觉得这的确是各电台他们都必须要去做一些我觉得自律去做一些检视的一些内容。伫事实查核中心的报告中嘛提出建议，电视台应该公布具体数字，讲请偌济工读生，也是志工伫偌济投开票所报票，并且落实媒体自律的机制，好消费大众会使有准确的开票的消息，避免无必要的纷争。